先係印度高溫，再到歐洲高溫，本來應該零下10幾度結冰嘅南極半島，氣溫居然飆升到15.4度，冰川好似碎玻璃咁大面積坍塌。今日我哋嚟傾下全球高溫。咁先將視線轉到喺歐洲，以前夏天平均氣溫淨係得17、18度，晚黑瞓覺仲要冚晒被嘅地方，而家硬生生熱到去40度以上，直逼人體承受極限。巴黎街頭幾百年嘅歷史石板路，直接被太陽曬到熱到阿媽都唔認得；鋪喺地面嘅瀝青，直接被太陽曬到軟晒。行上去嘅鞋會黐住拉出一條條咁嘅黑絲出嚟。啲通風系統好差嘅舊式地鐵車廂，直接秒變咗巨大嘅空氣炸鍋。但最搞嘢嘅係，地球嘅另一邊完全唔一樣。往年夏天，國內南方早已經熱到呀媽爹咁。今年反而落雨落唔停，好似一大塊濕布冚住咗咁。常年穩居4大火爐第一位嘅重慶，今年居然熱唔起身。呢一個絕對唔係單一嘅天氣幻象，而係成個地球大氣環流系統發生咗恆星級別嘅同步失靈。先睇下熱到插晒水嘅歐洲有幾恐怖。法國、西班牙好多地方嘅氣溫直接衝破咗44度大關。德國、瑞士、丹麥呢一啲高緯度嘅國家維持咗幾百年嘅高溫紀錄，一聲直接衝破晒。要知道歐洲大部分嘅城市當初規劃建設嗰時，根本就冇諗過需要空調，完全係冇降溫設施抵擋。極端嘅高溫之下，醫院入邊嘅中暑、熱射病患者多到連走廊都逼爆晒，中小學全面停課添。鐵軌因為熱脹冷縮嘅嚴重扭曲，火車咧只可以蝸牛咁，好似慢慢地喺度躝下躝下。更加令人絕望嘅係阿爾卑斯山嘅古老冰川，每日嘅融化速度超過1米，融雪直接發空咗山體，落石同埋山體坍塌，日日都發生，千萬年形成嘅生態平衡受到毀滅性嘅破壞。鏡頭拉返到國內，兩邊嘅反差大到咧黐鳩咗線。往年重慶40度都只係標配，出門5分鐘流汗就2粒鐘。今年仲有少少想着羽絨嘅感覺，離譜到所有嘅本地人呢懵晒 B 添。唔單止西南、東北、華北、華中大片嘅地區氣氛都壓喺歷年同期嘅平均線下。6月上旬嘅吉林平均氣溫先至得17度，體感即刻好似入秋。早晚出門仲要着長袖衫，晚黑瞓覺仲要攬實張被。好多網友開玩笑話國內嘅高溫唔係全部都係搬咗去歐洲啊話。咁肯定唔會啦，熱力就唔會憑空轉移打破常規嘅，係徹底打亂晒大氣環流。地球大氣層就好似一條環繞全球奔騰嘅巨型大河，今年只係呢條河咧徹底大塞車啫，只係歐洲上空形成一個巨大嘅奧米伽形阻塞高壓，氣象學叫熱拱頂。呢一樣嘢就好似一個倒轉咗嘅透明高壓科笠住咗歐洲大陸，唔單止鎖死咗入邊嘅熱空氣，仲要將入邊降溫嘅冷空氣全部一腳踢走，熱力冇地方散，只可以不斷堆積，形成封閉嘅高溫桑拿。咁問題嚟啦，好多地方嘅大氣環流點解會突然塞車？就要講一樣好反直覺嘅現象：北極太熱。地球嘅高空原本有一道強勁嘅氣流帶，氣象學就叫急流。呢一道急流就好似一條高速公路，帶動各類嘅天氣系統快速移動。急流嘅動力嚟自極地同赤道之間嘅巨大分差。分差越大，風速就越快。但近年北極變暖嘅速度係全球平均嘅4倍，北極唔再凍，南北分差大幅度收窄。呢一道高空急流失去動力，唔再係一條直不甩嘅高速公路，變咗一條彎彎曲曲、流速緩慢嘅大蛇啊！當呢一條虛弱嘅氣流扭曲成巨大嘅奧米伽形狀，仲要停留喺原地唔喐，熱拱頂就死死卡喺歐洲上空，點推都推唔走。而國內北方就長期盤踞住一個叫東北冷鋒嘅天氣系統，等於上天就喺北方裝咗一台巨型嘅空調，持續向南方嘅吹送冷氣，再加頻頻出現嘅低壓槽，就好似抽水機一樣製造連綿嘅大雨，厚雲層同雨水層層壓住咗上反撲嘅高溫。睇到呢一度就好多人會有問號，唔係話全球變暖咩？點會一邊凍一邊熱，兩極分化？呢個就係人類最大嘅認知誤區啦！全球變暖唔係均勻慢慢升溫，而係不斷為地球呢一個封閉系統注入額外嘅熱能，直接打亂原有嘅陽流同大氣平衡，仲要流於深海暗藏嘅影響因素。
海洋熱力分布出現咗異變。經歷前幾年極端嘅厄爾尼諾之後，地球正轉換去拉尼娜階段。轉換期海面分度異常，等於俾混亂嘅大氣再點一把火。拉尼娜會令西太平洋嘅水溫異常偏高，正常情況下會催生強上升氣流同高溫。但係今年北半球急流減弱，再加東北冷鋒持續影響，呢一大片海洋熱能就冇轉化成高溫，反而變成一個水貨，持續吹向咗國內嘅南方，落雨落個唔停。咁點解我哋唔會覺得好熱，反而俾連綿暴雨、潮濕天氣包圍？其實高溫就並冇消失，只係換咗破壞力更加強嘅另一種模式啫。原本穩定嘅氣候秩序就被撕裂，結果就係極端嘅凍、極端嘅熱、極端嘅乾旱同埋極端嘅洪水，就好似黐鳩咗線咁喺地球嘅兩邊就同步出現。歐洲嘅熱拱頂就遲遲唔退，就好似個焗爐咁。國內嘅冷鋒長期停留，帶嚟咗階段性嘅涼爽。但係千祈唔好以為我哋可以一直安穩咁涼爽，一旦東北嘅冷鋒消耗晒所有嘅能量，向東消散，潛伏喺海上嘅副熱帶高壓就好似喪標咁大舉北上，大範圍持續嘅極端高溫同埋乾旱天氣，隨時都會殺到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